电影《世纪黑暗》对林甲黑暗落去改编，剧组煞无甲受害家属林义雄联络，无经过人同意，就讲拍做电影，引起批评。主演是霍实力，也当中演员靠细分是呼吁剧组，若无摕到相关人士的授权，停止《世纪黑暗》的制作，停止放送。 发生伫1980年代电影社会林体血案案发地点已经正做技工教会，毋过最近一部用林体血案为本拍电影《世纪血案》，因为剧组承认无甲林义雄等人联络到拍电影，互人批评认为剧组做法无适当，引起真大风波。 如果是其他好莱坞来讲的话，就拍摄这种悲剧的话，根本不可能用这种方式来呈现，包含就是完全没有带有这种惊异的角度，其实是完全不合适的。 主演之一个演员杨小丽伫社群平台登文表示，若伫拍电影进程就清楚无摕到当事人同意，会直接拒绝演出。演林义雄的查甫并且夏定宏也声明会实的个表态，未来袂阁参加这电影的任何活动。靠世芬也伫车别发文向林义雄一个伙会实的个发声剧组，无摕到相关人士授权进前，停止后续的制作甲传播。捌做过林义雄必须的监会田秋瑾，证实剧组无联络林义雄，也无得到同意。林先生他的家人什么都不知道，问题是他说他是根据 林家发生的真实事情去拍摄电影，至少应该访问一下当时身临其境的人，到底看到什么，听到什么。道德上面还有很多地方，我觉得最好还是要寻求当事人或是家属的授权。那毕竟像这样子的重大的案子，对于生还者来讲，它是一个很巨大的伤痛。 学者认为，虽然体血案已经正做公众领域的社会事件，毋过道德上爱较严格，这是基本的尊重。这个进前记者敲电话后，感谢郭博士无接电话，记者综合报道。